欢迎乡亲继续收看《华视台语新闻杂志》。每一年的4月2日是世界地球日，今年地球日满50周年，主题是全民行动，守护咱生存的环境。咱要来关心全台湾面积上大的土地污染控制场址，也就是设伫高雄半屏山脚的中油高雄炼油厂。2015年的11月，高雄的五轻炼油厂正式来关厂。关厂了后，空气的污染是减轻了，但是土地污染也是无解决，因为伫个总面积200多公顷的厂房内，去互废油渗透的土地都超过176公顷，污染的范围等于是8个大安新民公园的面积。开100亿雷整治，要到民国122年才会当来完成。环境的伤痛，人类随意污染的代价，做回来关心。我们不想看到这种烟囱，已经几年了，到现在还没有拆完。他们污染确实太严重了所以你降息一定要花费很大笔的钱来整治还给附近的人是好生活、好环境。其实真的非常不适合发展高污染的产业、高排碳的产业，甚至高耗水的产业，我们不可以再重蹈覆辙。伫高雄的半屏山脚，高雄炼油厂已经半世纪，全盛时期员工超过3000人，一时的年产量是达到40万吨，曾经带动台湾工业发展，打造高雄加做石化重点。但是对红的人来讲，远远的烟筒港、大大的都油槽，却是因无法度抵抗的环境大怪物。1987年，政府甲中油决定，高雄炼油厂要增设第5期油的改场，嘛开启后硬居民反5期的长期控制。1994年5期完工启用。1997年，山林线发生3次的火灾爆炸。2002年，又发生 P37 油槽漏油事件，油槽憋起2800万公斤的油料外泄，造成严重污染。2013年，三峡公安意外，嘛互民怨到极点，甚至官手前一档排油跳机，燃烧炭异常排放火焰，将近30件的公安意外。5期破碎，后个人生活25冬，总算伫2015年11月底关厂。前景但是地土地这个7公顷的旁边的民宅家都爆炸，按落雨天的时阵按水温都变成2米多水按2米水，伊水气就冲起来，伊空气就走起来，就把迄个气杀起来。我上要煮饭的时阵甲伊点火，点下都爆炸起来啊！规间爆炸了，我上辛苦烧到。虽是暗中爆炸，火灾危机高雄炼油厂行入历史，但是石化工业残留环境污染却依然是现在进行时。外厂后4栋，华视采访小组重回厂区，这是环保署公告全台湾上大污染控制场址。这个厂区就是我们的五轻炼油厂现在五轻炼油厂在104年已经关厂了。我们现在是做好一个整厂的输出可以让我们的设备再利用。所以我们现在正在标售中了虽然前面几次的标售都是流标不是很顺利。目前这个所在位置就在高雄炼油厂五轻厂区，关厂之后呢，已经停止运作。可以看到左方呢是由中可公司主导的除污工程，预计110年逐步完工。客观看远，怪手来回开学，总面积262公顷的高雄炼油厂污染控制场址分做6区，面积176.7公顷。将近是8个大安新民公园的大小，受到油污污染的土壤来5到6米深进行移除，中油已高，
都有工程费用110亿，17档完工，但是环保团体嘛提出质疑。按我们的理解跟我们所访谈的一些相关的教授们都说，有可能不止18年。也就是说，一座清油裂解工厂，一座高雄炼油总厂，在高雄的这个半屏山路，占用了200-300公顷的土地，它所造成后续的庞大的这个整治成本的负担，是相当的惊人。地下最严重污染嘛是一大隐忧，中油甲环保局总共设置108口钢测站，其中伫个原理坑工厂边的钢测站，2018年环保局又按验出低压物质本超过180倍，钢测数字真惊人。它的地下水也都受到污染，土壤污染，当然地下水就受污染。那这个地下水在我们的后境社区里面呢，就监测到很多致癌的物质，包括苯、甲苯、乙苯等等这些一级致癌物质，甚至还有无铅汽油的添加剂 MTBE 等等。那这一些呢，都是对老百姓的健康呢构成非常大的风险。佮再往手内深处行，过去多阵一化石油气的大型造体，规个过程都爱一面抓水，防止燃油气体外泄。这也是高雄炼油厂第2至2厂区，这里一共有42座成品油槽。不过在成品油槽的地面下呢，有被检出总碳氢化合物的污染状况，必须得等到2年之后全部迁出，才能替它做总体检。在半站这一块有42座槽子哈，总共有42座槽，其中我们现在只有剩下4座是水槽，其他的都有汽油、柴油、燃料油的油槽，我们现在都已经清除完毕了。那现在是因为有一个历史文物的一个在评鉴，所以文化局这边当它历史评鉴出来的哪些油槽需要保留下来，我们现在等待这一方面的一个结果。高轻关厂了后，居民至今42座油槽也有证明导油，公共安全油案有记录。但是2019年底，中油已经全部清空，而且拍开人空挂，依照公式。中油公司强调，污染整治工作紧急进行，但是后艺人的恶梦依然是无度退去。就一墙之隔嘛，那工厂里面离后境也太近了啦。以前差不多是60米那边也有居民啊，想尽办法用最快的速度，然后呢，我们不想看到这种烟囱。伫后年带60多档的里长陈水路，自细汉甲5轻做伙，这大大的烟筒管甲从解禁的面体，只有隔一个轨路。伊讲这5轻手若无疼，居民心中的惊吓是无法度消失。长年累月所溢出来的地下水污染的证据，好像那个柴油，黑色的，整片那边还有，都不敢开水，对不对？他们不敢洗澡啊，不敢洗那碗筷啊，都不敢洗啊，去买那山泉水来洗。对日常的用水，搁到空气污染，高雄炼油厂毒害阴影已经深深伫后艺人的心中。伫高雄炼油厂外无到100公尺，这块0.2公顷的农地，2005年早就受到毒害，被公告做污染管制场址。但是经过14档的整治工程，污染依然带土下，当地农民是马口无目屎。原本这是这地种农地啊，哈，农民拢种花椰菜啊，所以即马迄个污染很严重，污染严重没办法，那个中油本来用20几支那个生物去整治的。生物整治10几档啊，10几年来，伊甲老百姓已经赔偿10几万，无经济袂好势。高雄市政府议长黄兆良对中油高雄炼油厂污染清楚指正。2002年中油爆发 P37油槽漏油事件，对总污染加做伊议员生涯主要的任务。这本你这本这个就是上严重，这地这超过国家标准，56000倍款。哦。非常严重啊！这你这问题，这样才有建筑物，这样拢普通整治啊，政府也拢无整治啊。黄兆良开车带着采访小组伫中油厂区外围观察，包括道路、面体周边超过18公顷的土地，拢也遭受炼油厂的围堵。这93年，我叫那个环保局来给追踪污染的时候，污染确实污染了
到94年的2月1号才公告控制塘子、整治塘子。开明挖料的时候，就是要把这土上的热托付，就要给它修掉，好个再回填。安尼靠活动一劳永逸，要不然10几年来，94年到现在108年，已经14年了，前后15年了。15年他们也没办法做好。所以这中油长期在为着这看浪费我们国家的民脂文高，浪费有够多钱了，对。过去规片雾雾的天空，随着5轻的关掌，即马搁再看到那天白云，应该安怎互受伤的土地，搁再充满生机，重新搁再利用，后个人也会等到最后的答案。以前的污染，现在还在地下，没有处理嘛。厂区里面就没有处理，那厂外更不用说。老百姓管理污不污染，阮后个人吼，互连年厂行过，互渔业讲行过。便是污染的厂商想要来遮发展歹势，阮行过啊，阮会极力反对。但是呢，有较好的企业，无污染的，阮大力欢迎。这边是一个污染严重的地区，所以我们希望说做一个污染整治的一个教育示范园区。民间的一些想法，包括工业遗址公园、生态公园，还有呢文创园区跟我们的那个污染整治的一个示范的一个教育园区，这样。学者表示，应该爱将场址规划做生态园区，让污染地变成绿地。但是中油针对未来商机，环保团体发声，要求公开讨论。行政院现在就推了一个新经济循环专区，另外就是我们自己中油有一个绿人研究所，以后的绿人这方面的人员方面也有一个研发在这边。我们会将我们目前的靠近捷运这个区块的这个会有一个办公大楼的一个新建。把我们中油在南部地区所有的那个办公场所会集中在一个地方来。那当然，因为它靠近了捷运，所以我们也会有一些商业区跟住宅区的一个规划。也就是说，我们其实真的非常不适合发展高污染的产业、高排碳的产业，甚至高耗水的产业。我们不可以再重蹈覆辙。所以，不管是任何的产业要发展，我们希望政府要汲取过去当时强行盖5轻的这种国家的力量，就是逼迫人民就范的这样子过去的一个教训，可以展开更多、更细致、更周延、更缜密的社会对话。高雄5轻厂是红的居民一场恐怖恶梦，努力25天，总算关掉这旧化炼油厂，虽然爱付出偌济代价，才会当告别污染毒害，互阮土地甲家乡这场艰困的环境正义，也有真长的路要行。居民只希望政府会当兑现承诺，让这个全台上大污染场址蜕变，替下一代守住一线生机。